这新竹的米粉呢是世界有名的，英国呢主要的产地是以蓝色为主，所以当地呢就互人号做是米粉寮。即卖为着要互更较侪人来熟悉这个地方特色，所以新竹市培育台语家庭的计划是特别安排用台语导览的方式来了解制作过程。米粉做好着除草、咸淡、提起目屎流。名唔过米粉了，无死也黄生，意思就是伊过来才会足辛苦的意思啦。台语言语讲到做米粉的辛苦，米粉是新竹的名产。新竹市培育台语家庭计划，特别来到米粉寮，用台语导览的方式，带大家认捌对假果册、甲猎物杂白，到等入去煎出一条一条幼圆的米粉，最后再放入人绳吹做米粉过程。应该感觉就趣味的啊，吼！头一摆看到这米粉是安怎做出来，所以嘛看甲就有兴趣的。像我细汉教讲阿嬷会讲台语，但是出来以后就无啊，所以我感觉老师因这个活动安尼用台语做真好。目前伫咧新竹蓝色米粉寮，还阁保留几间传统米粉场。第三代头家也亲身为大家绍介。伊讲做米粉其实无啥物秘诀，上重要就是真材实料。米粉是新竹最有名的名产，所以来带大家来看米粉工厂，就是这个原因。啊，毋过即摆会当找到传统做法的米粉工厂已经足少啊，会当互囡仔知影讲因平常时在食的米粉是安怎做出来，然后嘛会当知影，互因知影讲原来米粉有淡的嘛有淡的这两种的差别。老师阁带大家去过去用来拍米粉的所在，也毋过即马差不多拢用机器烘好打，早就无高工方拍米粉的光景。对时代改变，大家拢讲未来若要食到手工米粉，机会恐惊是愈来愈少啊！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